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家用欣赏。今天呢，中央呢，老师在做居家的重量训练。今天呢，做训练之前一样，相对而且呢，做一些暖身的一个运动。那我们暖身的运动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平常的时候，前面啊，都有照顾到，后半面啊，都没得照顾到，所以提一些动作时间，它的名叫齿护，说嘛，简单来讲，如像跟毛毛虫有没有？也会提做一个蠕动前进的一个动作。所以当我们动作要领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一样，两脚打开与肩同宽之后，下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你这里啊，大腿后侧一定会很紧，所以你的膝盖可以稍微的微弯，让你的手去贴地。没有关系。好，那我们现在把手往前走，走到一个平视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再走回来。那走回来的同时呢，那我们就要慢慢要求，把你的膝盖尽量的去打直，因为我们要把这里去做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好，第二，慢慢的去往前走。好，身体伸直之后，再往回，膝盖打直。把这个后面后腿这个部分去做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好，3。前面第一下、第二下，你一定会够狠，慢慢你经过第3下的时间，你就会开始会放松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停一下，我们让肩膀用我们的自身的重量去做一个施压的部分。好，回来，好，我们再做一次，膝盖打直，手往前走，好，停一下，用身体的重量。去让那个肩膀去做一个施压，慢慢的行回来。这个时候我们慢慢的，我们腿会那个，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90度的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两脚打开约90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做右手肩膀的下压，同时下压的时候呢，你的左边的腿部跟你的右边的胸椎其实都会做一个伸展。好，我们压个1、2、3，好，上来，1、2、3 ，OK， 来，1、2、3，好，我们换腿，一样两脚90度，先换左手，手肘到你的膝盖外侧，好，1、2、3，上来，1、2、3，肩膀已经受到了那个我们自身重量的压力，去施压，去做一个暖身的部分，胸椎也会有一些拉扯，跟腿的部分也会做一个伸展。好，第3个动作，我们要把我们的肩膀去做一个放松的一个部分，两脚打开，这时候手啊，当做它是没有力，自然的在你的两腿之间去做一个画圈。好，尽量让它有一个无力感的部分。好，我们画个5圈。好，换手。1、2、3、4、好，这3个暖身的一个部分，你们大概没做好每场大家那屯老师用下来做完居家重量的一个部分，你先休息一下。小冷腿老师在继续来做运动，先前有做一个俄罗斯的转体，刚刚来做仰卧起坐。如果一等人有做呢，其实一等人有一等人的做法，其实一等人做的时间比2个人。以前都讲我有天人，一团的干嘛叫噶轻蹲来，其实你轻蹲的时间，其实他更加专家就会有分析讲，其实你根本做一轻的动作其实对做的人。在他运动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风险。打了臀弓做麻烦的，你根本你仰卧起坐做的时间，瑜伽垫拿出来搓的。之前的脚，我本人轻啊在天来我们想去做这个动作的一个运动，根本多妈讲轻蹲唔好你去买一些某力的时间，多时间你做的时候你可能会。比如说，
屁股，哦，你可能会抹力的哦，你会用下半身下背的力量，去变形的去把它抬起来，就嘛，因为你也去本人轻顿的嘛，等以前读书的时候记得每等人都起码个抬力，问题是抹力的啊，抹力的时间我用去做你的这个腹部的运动嘛，因为根本你会做核心嘛，那你不是要做你的后腿腱的部分，或者做你的那个拳距肌的部分的一个运动啊呢，所以根本等仰卧起坐做的时间，两脚没有去压没有关系，那我们到时候上来的时候，你会有微微的抬起来，也无所谓，因为主要要练等核心的部分，虽然根本做的时间，我们两手基本上，你今天要摸膝盖也可以，或者是你要朝向中间，这个都可以。你根本你现在做6个这个仰卧起坐的一个标准动作。下去的时候呢，你的上背贴地就好了，不是不会抿下来。做嘛了？抿下来的时间，你的张力就放掉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让这个形成过程当中，等那张力一直维持在一定的强度在那边。2、3、4、6。所以下背你只要下来之后，上背你只要下来之后，着到地的时候，你就可以抬起来离地，下来碰到就可以离地了。肩膀不需要把它躺在地上躺回去，这时候你这样子，你腹部的压力就已经放掉了。接下来那我们现在一样，我们仰卧起坐会有一些变化性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各种动作都是在某一个姿势当中去做的一些变换式的那个，所以从头到做，做仰卧起坐，是一个上下。如果我们讲的就是腹部的上部、中部、下部的一个腹肌的一个部分，那我们那个呢，腹斜肌的部分呢，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摸腿、摸那个什么脚跟的一个运动，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腹斜肌的部分也可以做一个训练的一个部分。那一样相对性的，我们的上背就可以离地去做这个强度张力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现在一边摸6下，1、2、3、4、5、6。OK。所以说我们照顾到我们的直的部分，腹肌的上半、腹肌的中部、腹肌的下腹的部分，那我们这个腹斜的部分，我们也把它照顾到。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仰卧起坐做的可能会比较多是在上腹的部分，那我们有一个下腹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用所谓的那个仰卧踢水的部分来去做。按压时间，上半身我们可以不用躺下去，用我们的手肘撑地，两脚打直。那这时候我们到时候会抬起来，去做踢水的动作，去增加我们下腹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训练。这个部分会有一定的强度，唔怕。如果一脚6下，我们就一次12下，慢慢的去做增加。一组做完，我们可以做第2组、第3组。次数我们一下子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很多，但是还得用组数的部分来一腿加强一下部分。那一组一组之间也可以做一个休息。再来做100哦。我们一脚6下，总共我们会踢12下。抬起来。1、2、3、4、5、6、7、8、9、10、11、12。好，休息。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休息个1分钟，或者是1分半都可以，按照你的方式下去做休息。那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把今天所有的仰卧起坐、跟左右摸脚跟、跟仰卧踢水，因为我们都有照顾到了嘛，那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主训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好，再来做一次我们这个3个姿势的一个主训的部分，那我们都把它做6下就好了。好，仰卧起坐，1、2、3、4、5、
6。好，休息一下。那我们做第二个就是左右摸脚跟的一个部分，一样我们一边6下。来，1、2、3、4、5、6、7、8，哇，多做了，那没有关系。好，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做仰卧的踢水。来，上半身撑住，脚打直。来，要我们做一脚6下，总数12下，抬起来，打水，1、2、3、4、5、6、7、8、9、10、11、12。好，好，那这3个动作，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做到核心，好，上部、中部、下部，跟我们腹斜的部分。好，那这3个动作，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是一个组数的一个部分。好，那当然一样强调组数的部分，按照你个人的强度的状况而去做调整。不管是你要做刚刚讲的，一次6下，一只脚6下的部分来去做。好，那我们可以做个3组或做个4组，组与组之间我们可以休息足够的话，我们休息2分钟。那为什么休息2分钟？那我们就是让这个2分钟休息的时候，可以让你有更多的一个休息的一个状况，好，休息的一个状况，让你每一次都有一定的强度进入到这一组的训练。那我们再来做一次一个动作，一个组训的部分。好，一样也是6下。来，第一个动作仰卧起坐，1、2、3、4、5、6。好，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好，我们再来做左右摸脚跟的部分。来，1、2、3、4、5、6。好，休息一下，两脚打直，准备下一个动作。来，上半身，我们把它平衡做好，撑住。好，来12下，开始，1、2、3、4、5、6、7、8、9、10、11、12。好 ，OK， 这就是我们3个动作，我们把它设定在一个组数的部分来去做训练。好，那今天一样，我们也是做了这些核心的一个运动，腹部就是我们讲的核心，通俗一点就是肚子的部分。好，核心不够强，你在其他的运动表现上，你在其他的一些动作上，你就没有那个很稳定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更加强的去做一些训练的部分。今天大家也都很辛苦的做得不错，那我们就谢谢大家今天的一个努力付出。